错啊，很方便，可以让小朋友就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活动，然后放电这样。这边的话教玩具很多，然后可以让小朋友尝试不一样的发展，有大肢体的，也有小动作的，对啊。那其他亲子馆其实每一个都还不错，都有他们的特色主题。觉得这里就是蛮特色的，因为这边是以那个园艺为主题嘛，那蛮多就是其他亲子馆没有看到的玩具，木头的啊，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玩具这样子。我想亲子馆呢，对我们呢代表的不只是一个空间的意义，它其实代表着家里面不一样的人对于孩子之间互动的一个大的环境跟可能性。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新的一代在照顾孩子的全家投入的过程，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整个亲子馆给我们的精神就是全家，甚至阿公阿嬷、姨姨伯伯都会当台家族，咱做伙来期待。囡仔伫足丰富的环境内底，会当有足好的挑战，有足好的学习，个足好无共人甲伊斗阵的互动。2012年的时候，其实在大港地区登革热非常的严峻，那所以在这附近很多的居民就开始种所谓的香草，所以我们北区亲子馆其实就用在地的居民，而且香草的部分以这个自然的为主要的主轴，那再加上园艺的本身，让孩子吸引的五感的部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以及触觉，而且从香草的部分也可以入自己的一个料理。我们从北区亲子馆的一些亲子厨房的部分，也可以都做这样的一个相关活动，都引起亲子之间非常热络的一个热烈的反应跟回响。所以我们在北区亲子馆是我们在地以园艺为特色的一个亲子悠悠馆。它这个活动中心的建筑物哈，它很特别，就是1楼我们大合里在用的，就是办一些公益活动啊哈，而且大型的。那2楼是日照，现在日照哈嘛是应该是讲哈，咱的长照3.0嘛哈，很应付哈咱现在的需求嘛，因为都是老子化嘛。那亲子馆也很特别，启发小孩子的他的那个应该启蒙啦哈，因为他还没开幕之前，他们都在我们楼下哈。我看在眼里就觉得，这个亲子馆是真的是我们现在很迫切需要的哈，因为较早拢是一种阿嬷顾孙，因为生较少嘛哈，家长来顾这囡仔，他们一起游戏，我是觉得这个很好。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2、1，北区亲子悠游馆温馨开幕。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哈，可以一起到我们北区大合里成立我们亲子悠游馆，那也是我们全市第13处的亲子悠游馆。非常谢谢我们台南市议会的议员的帮忙跟协助，让我们的政策呢可以一直的推动下去，来成就我们青年家庭减少负担，而且呢可以受到政府政策的这个帮忙，让他的小朋友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空间来活动。在办理亲子悠游馆的过程，包括设计还有委办，我们给这个昆山科大庄副校长他们的团队来接手各个设计的项目跟课程的安排，我想是最适合我们台南市的市民。北区的大合里的这个亲子悠游馆已经开幕了，欢迎我们的家长、小朋友、大朋友，大家一起来。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2月25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026台湾国际蓝展甲花卉科技展览，2月27号到3月16號，將伫台南後壁農業部花卉創新園區登場。台南市政府上午舉辦活動宣傳記者會，邀請多位貴賓甲民意代表共同出席，為今年的台灣國際藍展做行銷。現場佮結合 AI 科技以及莫內美學，打造世界級的盛會。位於台南後壁區的蘭花升級園區，
伫个收归农业部教育花卉创新园区，去年9月才设立研究发展中心，今年马上申办2026台湾国际蓝展，并且首次甲伫花卉科技展、商展同齐来举行。上午由市府甲伫农业部同齐召开活动宣传的记者会，为台湾的国际蓝展甲伫花卉科技展来行销。2026台湾国际蓝展，这个是位于我们在台南后壁的花创中心的园区。那这个是农业部这个农粮署还有以及花创中心大力来支持的。那这个而且是跟资策会合作，有非常非常棒的让人家耳目一新的这个 AI 创作，但是主题还是人文，主题还是这个兰花，所以呢，可以让很多好朋友能够看到真正台湾兰花的软实力，跟农民的心血，以及科技的进步的成果。我们成立之后，就首先办到这一个最大的任务哦。那今年因为包括去年的风灾，我们的受到很大的损伤，那非常的不容易，也大家的配合之下，我们这个展馆在在过年前才验收完毕，才完全复原，所以今年的展期是有史以来最短的一个布展的期间。那也感谢台南市政府各单位，还有蓝协，还有各个产业单位的一个协助，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布置好一个非常，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蓝展。伫两只大型的菜市仔甲日夜市仔公仔热情的表演，为活动宣传带来热烈的气氛。现场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赖慧媛，甲着农业部农粮署的长官，以及台湾兰花产销发展协会理事长，甲这位议员拢到场出席，为活动来宣传。请启动2026台湾国际蓝展暨花卉科技展，2月27号美丽登场，掌声鼓励。2026第22届台湾国际蓝展，首次甲花卉科技展举行双展。今年以着绽放台湾为主题，结合莫内名画甲着特殊的喷墨兰花的创意展示，预计将成为今年春天上吸引人的视觉焦点。水转印的技术跟过去的这个兰花喷染技术，可以让我们的兰花不仅是在原色上非常漂亮，而且可以跟世界的艺术作品还有风景这个图样可以做一定程度的结合。像刚刚等一下大家看到，像莫内还有这个梵谷的名画，它都可以在兰花上做一定程度的 echo 跟呈现，所以等于说像梵谷致敬，像莫内致敬，像日本的神奈川的那个浪花这个花色来致敬，所以说变成一个让我们兰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今年台湾国际蓝展将伫2月27等到3月16。伫个台南后壁农业部花卉创新园区来登场，欢迎民众把握机会，趁着228的年假到台南来赏花。日时看兰花，暗时阁用个到嘉义来看今年的台湾灯花。台南新闻李永根采访报道。中华日报迎接创刊80周年，25号举办庆祝大会以及花团梅开播仪式。邀几个界贵宾共同参与庆祝。中华日报伫个报纸甲电子报以后，应用时代趋势，现主时推出全新的影音品牌花团梅，正式跨入新媒体领域。创刊伫1945年的《中华日报》，一直坚守新闻专业甲公共责任，持续扮演社会理性声音的重要角色。如今迎来80周年，3关校各界贵宾共同庆贺，包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立法院长韩国瑜、台北市长周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拢拍片祝贺。立法委员谢龙介甲台南市长黄伟体嘛先后出席庆祝
续地会。新的科技推陈出新，一直在有新的，但是中华日报一直屹立不摇，而且对于我们不管是在地方的舆情，或在全国的这个动向，甚至于整个国际的走势，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最重要的媒体。中华日报在台南这80年来，坦白讲，居功厥伟，把应该所发生的大小事呢，散播到家户每个客厅里面，所以它是在台南非常重要的一个报纸媒体。中华日报长期亲近地方，伫面对全球媒体生态重组甲 AI 科技演变之下，宣布推出全新影音品牌华传媒，整合专业新闻、健康生活、AI 智慧、文化内涵4大内容主轴，作为跨地新媒体领域的重要里程碑。过去有了8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呢，我们未来能够不断的寻求转型。除了有中华日报的平面报纸呢，它将会逐渐的精致它的内容。那当然也希望能够我们华传媒的部分能够慢慢扩充它的能量，继续来服务大家。中华日报强调，华传媒唔那是专业精神的延伸甲升级，嘛象征中华日报正式迈入报纸影音 AI 的领域新阶段。为着培育人才，近时跟佛光大学、文化大学签署3项合作，希望伫数位时代持续发挥媒体价值。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赶伫草莓选季结束进前，立委陈田辉号召青果设施严家营以及几个善心团体，准备了250盒新鲜的草莓，捐赠予南家湖中心，送予着细家庭甲囡仔，互因品尝着当季上佳甜蜜的滋味。南台南家湖中心的家湖日，正侪志工无因将各界爱心捐赠物资尽力发送。趁着这天，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廷辉甲服务团队结合了青果西施严家营、三甲青果行陈杰玲以及满意行，总共准备了250盒的新鲜草莓，要来捐赠予南台南家湖中心，要将这份甜蜜的心意送到家湖家庭的手中。这一次真的很感谢啾啾他等于是长期都是旺泉的团队蔡旺泉议员的团队那也一直都是我们的团队，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越来越大，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资源做得越来越广。那所以我们这不是只有这一次的捐赠，我们下一次可能如果有余力的话，我们还会再做下一次的捐赠。那最主要是要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其实这个社会是温暖的，而且是越多样化不会再是一般的物资而已。我们可以把自己手边觉得小朋友喜欢吃的拿出来，然后跟他们一起分享，我相信小朋友是很开心的。我们透过我们的亭妃立委，还有仪征议员以及我们的旺泉执行长每一年我们都会有做一系列的一些公益活动。那当然包括我们中秋节有文旦礼盒买一送一的活动已经例行到第5年了。那今年呢，透过立委的一个引荐呢，那我们可以透过草莓季的一个形式来做一个捐赠活动那今年也是第1年的起跑期望我们之后就陆陆续续的每一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草莓季，可以与我们的南家福一起合作然后让大家幸福美满。家福中心也颁发感谢状，感谢每一位热心付出的朋友。要谢谢我们所有台南父老乡亲长年以来对南台南家福中的支持跟关心。那南台南家福中心，我们在今年在台南服务满60年，一甲子的时间。那特别在这一刻里面呢，我们亭妃立委，我们仪征议员，我们旺泉执行长整个团队的话，有着秉持的长年支持南台南家福中心，然后陪伴我们的孩子跟家庭的这一份心。那他又特别在这一个我们即将元宵节即将到来，送来了好吃的、甜甜的、甜蜜蜜的草莓。我相信所有南台南家福中心所陪伴的孩子跟家庭，他们吃到这么甜甜蜜蜜的草莓，我相信就会像亭妃立委刚刚所分享到的，一定会甜甜蜜蜜开开心心。但亭妃表示，现在团队愈来愈大，希望将爱心公益做了愈来愈快，未来也将持续跟民间团体合作，
串联社会资源，将关怀送到社会角落，让台南的囡仔伫幸福温暖环境生长大汉。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农历正月初9天公生，各地天公庙拢闹热滚滚。台湾守庙天坛就客满大批香客，而且庙埕广场的金纸嘛顿敢若亲像山的。市长黄伟提先到天坛集合，发放开运红包以后，嘛赶往开基玉皇宫发放平安玉手。诵经团虔诚跪拜，大年初9天公生，开基玉皇宫吸引大批信众来参拜。庙方人员接到金纸就踏起哩，不过也是应付未来，金纸踏成山，主事一到敲钟擂鼓，众人做伙拜天公，拜了还佫有平安符会当摕。合境平安，大家会当安尼好好来过一个好的年，甚至后壁像这大家来点一下光明灯啦，点一下太岁灯。天顶天公，地下无故宫。天公就是玉皇大帝，主宰玉皇上帝天坛。对29暝到搭，大工拢有大批香客。初9这天，人潮更是客满三川殿，庙埕的金纸更是踏到比人高啊悬。市长黄伟提嘛来参拜，祈求国泰民安。大家当然是求心里面的平静哈。那去年经济表现不错，也有一些人是来还愿的哦，所以我想在这个我们民间祭祀的信仰里面，一方面尊重，一方面作为首长，我们也是要代表所有的市民朋友来祈福。这大年初1、初9嘛再次发放开运红包，民众为了摕到一个好彩头，排队排了几啊百公尺，边啊还佫有素食卤面含圆仔，互信众早顿去食平安。民俗专家嘛提醒天公师爱注意的所在。拜天公上忌讳就是袂当用荤食，用素食的，过来袂当披头散发、入斗旗，这拢无礼貌。过来正月初9袂当口出恶言。现代人若是厝内无神明厅，只要双手合十，向上苍祈福，同款会当得到庇佑。拜天公的时阵，应该爱发愿存善心，做好事，保庇万事兴通。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迎接元宵节，台南市有真侪庙宇拢有举办灯会，其中台湾四殿武庙用红色的墙仔结合会灯隧道，互民众近距离观赏创意彩绘会灯。另外，府城普济殿的灯会，这是展出超过1800粒的会灯，而且展期结束以后，也将前往米兰设计周甲日本仙台做展出。来自台湾10大灯会，每当拢吸引大批游客观赏的府城普济殿灯会，今年迈入第14届，对庙埕延伸到街巷，展出超过1800拍民众彩绘高仔灯，主灯叫做“等一个嘛”，边仔搭上碰饼、红菇粿装点，相当有创意。希望用一些新的元素，我们用文化艺术来要翻转一些刻板的一些宫庙的一些印象。今年请到的是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在那个欢乐的气氛里面，连明年的羊都等不及，想要冲出来。府城普济灯会是台南每当春节期间的盛事，展期到3月7号，4月份将前往意大利米兰设计周展出，7月份伫咧日本仙台，透过回灯作品以及体验活动，互国际认识台南灯家文化。台湾四殿武庙台南古都文化高仔灯彩绘展览嘛正式启动，今年跟丽林国小合作，伫庙的红墙边展出60公尺长的高仔灯棚坎。那小朋友的画作里面充满着一个天马行空，以及他们的创意跟巧思哈。祈福灯廊啊，也是我们不管在信仰
宗教、礼俗，还有我们文化上都很重要。当中分做4大主题，包括着府城历史文化再现、呈现古迹、市街节庆甲传统景点，用超过2600趴歌等展示台南多元文化，以文化创意点亮城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新的一年开始，台南市嘛有关注复康巴士的爱心行动。吴小婷女士延续父母辅助弱势精神，捐赠一台复康巴士。市长黄伟哲亲自接收，同时强调，这不只是吴女士和父母上界温暖的新年礼物，更加是送给台南市民上界实际的帮助甲祝福。目前台南有155台富康巴士，平均每一台车每一天出勤7班以上，规年通天行驶超过3万公里。嘛，因为负责接送身心障碍者甲行动无方便的长辈，所以车辆维护汰换特别要紧。伫开春之时，吴小婷女士所捐赠一台进棚号，除了守护市民，嘛是延续父母辅助弱势一份感恩传承。是秉持着一个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心情，那我就以锦鹏为名，希望可以让我将我父母热心助人、回馈乡里的心意传达下去，让这个善的循环可以让社会充满更多善的循环。只要市民或是善心人士捐赠富康巴士，市长委贴都一定亲自颁发感谢状。面对这回爱心行动，嘛表达这不只是吴女士送予父母上温暖的新年礼物，更是服务台南市民上实际的祝福。我们特别的谢谢小婷小姐哈，那能够让台南市的市民嘉惠台南市的市民，你要说。这个做功德就是最大的功德了哈。那这个好人一定有好报啊，这个福报要福报到锦鹏瓷器上面，福报在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们身上。台南市的富康巴士多数拢是由民间企业团体，或者是市民个人所捐赠，嘛一步一步汰换已经超过10吨以上的老车，保障民众行车安全。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迎接每年开春，中华艺术科技大学25号举办新春团拜活动。董事长陈志文甲校长李碧娥带领全体教职员工，做伙祈愿校运昌隆，师生平安健康。中华艺术科技大学25日举办开春团拜，来自陆军备军团39工兵群的舞狮团特别莅临学校表演祥狮献瑞，气氛热烈欢乐。学校更发送开运红包，甲台湾守备天团每年纪念节目，喜气满满。陈志文董事长代表董事会向全校教职员工表达祝福，期许每年大家齐心齐力，为校务永续发展再创新游。校长李碧娥感谢教职同仁对着校务的付出，并期勉大家对着校务发展要有信心。面对少子化冲击，只要大家团结努力，用上好的教育培育人才，以上好办学品质来成就学生，相信一定会让一马当先，为校务发展创造出更好的成绩。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为了让台南的毛仔产业会当强化品牌甲市场的竞争力，市府农业局透过农村社区产业辅导计划，推动产品包装甲品牌形象辅导，将产品的定位甲包装全面升级，希望提升社区甲农民的收入。伫农业部农村发展甲着水土保持署的支持下，台南市政府透过农村社区产业的辅导甲着推广，今年辅导农村的产品主要以着乌麻为主，辅导社区有生活的溪米社区，甲着嘉义的延平社区等。今天我们邀请到这2个社区是我们最主要的胡麻产地的一个社区的我们嘉里的延平社区它有很多的胡麻制品刚刚所讲的这些胡麻制品，那还有我们的三化西美社区当然它的胡麻油，它有织机还有我们织办里面相关的一个系列产品，设计都非常的优良这些产品那我们自用跟送礼都非常适宜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胡麻台南市的胡麻产品能够让国人能够看到让他更知道我们这个优质的最大的
胡麻的产区然后我们最优质的胡麻产品，然后把它推广到给全国各地甚至将来有机会推广到世界各地市府农业局表示，台南是全台乌麻种植上大的产区，为了提升乌麻产品外观的质感，甲着市场的识别度，溪美社区将乌麻转化为家庭四季的料理，设计出芝麻砧板酱的礼盒。而嘉义延平社区则是以手工的芝麻糖有名。辅导社区以着象征吉祥、丰收甲着祝福的金色为主色，设计出芝符系列，有芝麻糖、芝麻糕、芝麻粉甲着土豆糖等，展现乌麻产品对加工到伴手礼市场的多元应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2月2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好帅哦！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4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4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兆民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
等下课多点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公务人员依法行政。